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領風一周新聞焦點。今日係2025年3月21日，我哋為大家準備咗幾則熱門嘅多倫多房地產新聞，仲有最新樓市資訊，記得睇到最後。加拿大新任總理卡尼宣布首次免 GST 措施。加拿大新任總理卡尼本周宣布，將取消首次購買100萬元以下自住物業時需繳付嘅商品及服務稅。呢項新措施預計將即時減輕首次買家負擔。以100萬加元物業為例，買家可節省高達5萬元稅款。對於置業人士嚟講，呢項措施無疑係一大好消息，除咗令入市門檻降低，亦有望提升市場成交量。置業成本下降，市場反應正面。下一步政府仲有乜部署呢？一齊睇埋租務市場政策變化。聯邦撥款25.5億助建近5000租賃房。聯邦政府公布將撥款25.5億加元予多倫多市，用作興建接近5000套租賃房屋。呢批單位將針對中低收入家庭，提供更多可負擔租屋選擇。除咗直接增加房屋供應，市政府亦表示會配合政策，加快土地批核同放寬規劃條例，加快落成速度。房屋供應加碼之際，有啲社區就對密度提升有意見。我哋嚟睇下一則新聞點樣平衡發展與民意。萬錦市示威反高廈發展商讓步降至11層。萬錦市14+1項高層住宅項目引起社區強烈反對，特別係華裔居民多次舉辦示威，擔心高樓影響社區環境與交通。最終，發展商決定妥協，將原定超過20層嘅設計改為11層，並承諾保留部分單位作為可負擔房屋。社區聲音成功帶嚟改變，而城市內其他發展項目亦有好消息傳出。我哋繼續睇埋多倫多歷史悠久嘅市集新進展。新 Lawrence 大樓市集4月5日正式開放。多倫多市政府宣布 ，Lawrence Market Lot 新大樓將於今年春季正式開放，經歷10幾年建設後終於完成，將作為全新農夫市集同公共設施空間使用。除咗提升社區生活機能，新場地亦有助帶動舊城區人流與消費，有望帶動周邊商業與住宅價值上升。講到生活成本，除咗買樓租樓，政府今個月仲有重大能源相關決定。聯邦取消碳稅政策專家預期通脹勒門，總理卡尼宣布將於4月正式取消碳稅政策，同時發放最後一筆補貼。多位經濟學者預測，隨住碳稅取消，汽油、電力、食物價格有望輕微下調。呢項措施預計短期內可舒緩市民生活壓力，但亦可能減低政府氣候轉型推動力，長遠仍需另覓平衡。生活壓力稍為舒緩之際，我哋再睇埋一則影響整體經濟走向嘅重要新聞。加美關稅戰升溫，央行或改議息機制。面對加美之間持續嘅關稅爭拗，加拿大央行表示正考慮改革議息制度，加強貨幣政策靈活性。近期貿易壓力已經拖慢出口同投資增長，影響整體經濟表現。經濟前景不明朗之下，貨幣政策未來可能更趨審慎，對樓市供需與貸款利率都會構成潛在影響。最後一節，一齊睇埋多倫多最新樓市動態。多倫多樓市最新動態，根據地產網站同分析機構統計，本週多倫多整體樓價輕微上升0.3%，其中市中心 condo 市場回暖，成交量連續2週上升。另一方面，租務市場保持平穩，平均租金按月變化不大。不過，隨住首季結束，預計第二季將迎來更多放盤與成交。以上就係本週嘅多倫多樓市動態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內容有用，記得俾 like share 出去，仲要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房地產資訊。我哋逢星期5準時更新，多謝支持，下週見。